开始了吗？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哈！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一起在同一时间礼拜三的晚上一起来查经。那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看长春诗歌的后面第10首。我伫家的俄勒哈，我伫家的俄勒。我伫遮的学乐，我伫遐的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我伫遮要学乐，我伫遐要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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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伫遮的学乐，我伫遐要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我伫遮要学乐，我伫遐要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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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们翻到后面第12首。耶稣经过我，耶稣经过我，伊的宝血为救赎我，伊的开力为逃帮我，伊的生命为救赎我，主耶稣经过我，耶稣经过我，耶稣经过我。伊的宝血为救赎我，伊的开力为逃帮我，伊的生命为救赎我，主耶稣经过我。咱这位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组织阮会当三甲伫你面前做伙来学乐，嘛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宣扬。上赞耶稣搁真搁活的生命，在阮的生命中间，我们要通过你的话语来明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重新更多的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得着那属天的盼望。嘛，愿上帝你祝福你的教会，甲阮每一个上帝你的选民，也互阮成做上帝你好搁尽忠传扬福音的勇士。做伙伫你的话语中来明白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愿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上帝，也愿上帝你继续引带带领伫阮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同齐，无论伫直播内面的观看，还是实际上的实体的查经，阮三甲拢会当做伙伫遮来享受上帝你话语的奥妙。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看的比较短一点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也是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哈，就是有关受洗跟得救，受洗得救，还有跟人的悔改。那这三个主题哈，这三个主题哈。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咱常常会讲到底是爱洗礼无？到底我洗礼了，有洗礼甲无洗礼会得救无？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我是信就会当得救啊吗？是信无洗礼敢会当得救？这嘛是一个问题所以咱我们往往都在。对不起我没有叫你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一定会存在一个对信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悔改。但是悔改之后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受洗？甚至呢，我们还要去明白我的生命是否得救。那这个得救的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好像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他的权责，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要明白，
怎么样的生命是得救的生命嘛，对吧？好，啊，不咱相信这信用嘛，干嘛讲？哎呀，到底是要让得救啊？我该怎么走，怎么做，我们就会蒙蒙渺渺哈。好，所以我们再一次哈来复习，简单牧师再跟大家简单复习一下。我们这2个礼拜都在谈论彼得的讲道。好，那彼得他为什么要向这一些人讲道？你们了解一下哈。一开始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是不是逼迫耶稣，对不对？然后让他上了这个十字架嘛，对不对？所以呢，实际上让耶稣定罪的，往往不是未信者，而是什么？而是信上帝的人哦。好，那这一些信上帝的，就是所谓的他们这些犹太教，他们不是基督徒哦，也不是基督教，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所以当时候他们都是犹太教，可是他们一样都是相信上帝，可是他们的生命却都一直在逼迫一个要来救他们生命的弥赛亚的耶稣基督。好，所以呢，我们从彼得的讲道，他也在讲到一个叫做圣灵充满，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之后，就是透过圣灵，有没有圣灵恩典的赏赐嘛，对不对？好，所以让他们重新去明白，到底圣灵充满是不是啉烧酒醉的？其实不是哦。好，所以底下中间有人在讲哇，圣灵充满就是喝酒醉的行为啦，那个不是真正的生命的重生还是什么，并不是。但实际上，耶稣彼得他特别去强化，好，从旧约然后到新约，好，让每一个用一些举证、好例证来明白，让这些犹太人去明白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我们看36节。好，他说以色列人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什么？为主了。所以卖搞，我跟你讲啊，你都没想象这样，耶稣他就是主，因为他是上帝所立的。好，而且呢，他做基督了，就是我们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他再一次强调这个总结了。你有简单不？做清楚啊哈。之后呢，37节，众人听见了这话，就觉得扎心。我告诉你，这些众人里面有哪些？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曾经都是也在逼迫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好，他们听见了扎心哦，就对彼得还有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38节哈。我们今天就看到41节就好了哈。彼得说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救得赦哈，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彼得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引公37节说啊，彼得，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啊？对吗？我们该怎么做啊，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位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啊？好，36节不是这样讲吗？上帝已经立定了他为主为基督了嘛。然后37节，众人就觉得扎心，说：“哦，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过去做了这些事情，那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得救了？对吗？”然后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做什么事？悔改啦。”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要把它圈起来，再圈起来。这个悔改，好，真正我感觉这是最重要啦，哈。有的人讲啥呢？讲是啥？就是要受洗啊，受洗做基督徒啦，哦。受洗之前应该是有生命改变，就悔改。对，所以悔改重不重要？重要。而且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很多行为反应，你是没有悔改的，
你不知道自己的罪在什么地方，但实际上呢，你却已经奉耶稣基督的名已经受洗了。说真的，我觉得并不是真的受洗，这样懂了吗？因为呢，后面有讲到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第一个怎样？他领受不到圣灵，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罪没有被赦免。简单讲，罪没有被赦免。那罪是什么罪？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他的罪一直在他里头。这样你知道那个顺序了吗？你把它反推回去，你就会理解了。理解说，真正嘞，想到我拢也想不到信息，因为我的做心中硬啊，你了解无？我讲简单，牧师讲一个吼，心硬啊，心硬就互你安怎？逐项代志你拢唔敢做啊，对不？听人你嘛听袂落，祈祷你嘛祈祷袂落，对不起啊。上帝互咱看圣经的时候，知影讲咱爱做什么代志，但是咱就是做袂落，所以那个这个礼拜那个牧师带着那个礼拜一我们跟子安同工子安你们有看他的见证吗？那个是时间教会每一个同工主责同工他们就要分享他们教会怎么做青少年的工作。他分享什么？他以前他说他知道要读经，可是他从来没读经。不是说从来没有，他不习惯读经。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有监督的，他这个是有监督的。我们一个月会有大概一次，一个月一次还是2次，我们都会去大公教会。然后他们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就是每天你必须要读经，然后读经你还要关怀这些名单，新朋友的名单就是学生，做的是青少年学生工作。那这个动作呢，当我们的同工他的心开始敞开的时候，你看礼拜一发生的时候，昨天牧师就今天不是说那个马上那个名单就来了，很快学生上帝就把那个需要的人就带进来。今天我就跟我们的同工在分享，我就说这些孩子不用怕，我们需要，因为法院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去教会，他就必须要回到少年观护所。我心里就想说，哇，我们教会竟然让法院的法官，我在想可能是之前处理某一个案子，那个法官有跟牧师联系，所以他知道教会的牧师他的思维在讲话，甚至我们在做的态度是什么。所以牧师也常常讲过，这只是一个青少年的部分。那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是一样，在很多信徒方面，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行为规范，如果我们没有朝这方向去努力改变的时候，说真的，人是不会进来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愿意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礼拜，当我接到我们的指挥玉成，他说他要受洗，而且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我就说那你男朋友有没有去教会？他说牧师有，他鼓励他去台北，因为他在台北念书，他去台北的 The Hope 的教会那他们在谈论，他鼓励他，然后要祷告。我说你有没有在彼此都有在祷告？他说有。然后吵架的时候有没有祷告？他说有。我男朋友会告诉我说要祷告。牧师不是在说我们自己这个同工他的私事，而是要讲说，当圣灵动工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开始用敞开的方式接纳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时候，这样的信徒的时候，他的生命会不会改变？会。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在短短多久的时间？但是其实我有一次在敬拜上，刚好她男朋友来，那他会举手，跟我说，他有去教会，我心里那个时候都想着，他会举双手，对，他有去教会。对，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检视了哈，然后也让他明白，到底信主的过程，要受洗以前，第一个很重要，悔改。那悔改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去想啊，咱基督徒悔改是要做啥？一个你的朋友，还是讲咱教会一个新朋友、新家人，我们怎么帮助他去明白生命悔改的道理？所以这个东西
难道不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常去思考吗？我们自己本身受洗了，那么我们的生命的重生的转变是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思考这一块你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悔改的生命，你就不会去看出我们身边的新朋友，我们怎么样告诉他，某米郎，你可能做某件事情要做一下调整哦，你要做一些改变哦，这些激励，这些告知，你就没有动力了。好，所以我觉得，要带领一个人来信主，我觉得很简单。简单在什么地方？你就是把他当作就像你的朋友一样，像我们刚刚这位年轻人，有没有？他说他是，他说刚关过的，有没有？甚至他们就说光一个骑车问题，有没有？对他们来讲就是很自然的我们已经不能够用我们以前说哇那个他会发生怎样，我以前也是这样讲，没有，对，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少官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法院才会说，如果他没有去来教会，他就是回去少官。好，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要不要做把关？要。第二个，我们要有我们的该有的责任因为这已经是人家社会已经愿意认同教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孩子当作自己的人，那难道我们不配做基督徒对吗？我们真的是有愧对于神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今天牧师也跟我们同工讲说，你好好陪他们。查经班你今天不要，你就是好好陪他们。那他们需要什么，你就是好好去关注他需要什么，然后去认识他的需要，然后帮助他，祝福他。好，所以呢，我们回到这边奉耶稣，我们从38节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请问有没有含有相信？他有没有说要信耶稣受洗？来想看看，他并没有说信耶稣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其实我觉得奉耶稣基督的名的里面就已经有所谓的相信的含义了。他愿意悔改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嘛，他是他的救主嘛，对不对？相信了嘛，这是一个有他的含义。所以呢，有许多人他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特别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再次告诉他们受洗，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些人当中，在50天以前，他们都是喊着说要除掉耶稣懂了吗？我再次讲，这个是彼得再次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才会生命得救。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五旬节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从一个团体，就是说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的，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进入教会。他们原先是一个背叛上帝的叛逆之子，有没有？敌对耶稣嘛。可是他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团体，叫做彼得在告诉他们，你们该怎么做。所以他怎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不是说我为你施洗，不是这样，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几个问题人得救需不需要受洗？我们来看38节，人得救要不要受洗？受洗完的人会不会简单讲，受洗完的人会不会得救？受洗完会不会得救？受洗完，如果你还是没有改变，就是说你是那一时冲动是怎么样？那你受洗，我觉得你是没有办法。魏恩杰呢？你的认知呢？以后的是面对面，你就会看到个人的。所以受洗不见得一定会得救
我认是这样。哦，对不对？好，好，我们一起来看。我就是要让各位去触发你们认知的这些东西。那牧师接下来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哈？好，新约里面呢，实际上有100多次哈谈到人在上帝的面前蒙恩得救。这个蒙恩得救其实是谁的工作？我们生命要蒙恩得救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对吗？这咱人会得救未得救，这是因为是什么？上帝的工作。但是圣经里面有跟咱讲，我们因着信得以被称什么？称义哦。但是圣经没有说因为信而得救，了解嘛？哈，所以呢，原则上、实际上并没有谈到人得救是在乎受洗，了解不？好。是你刚刚讲的信，你讲圣经没讲的信，但是很多人因信得救，这就常听到。我们是说因信称义。那待会我会再跟你们讲，我们常常看的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你们要万民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有没有？好，然后奉我的名施洗，有没有？好，我们待会再一起来看哈，你就会明白。第二个，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节，在路加福音23章40节43。路加福音23章哈，40节到43。这个故事哈是耶稣要定死的时候，他旁边有2个犯人，有没有？好，39节里面不是有一个犯人就说啊，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啊，有没有？那一个就应声，另外一个就应声的责备他哦，你哦，我们都一起在这里受刑哦，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因为我们有犯罪啊，所以我们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啊。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另外一个犯人他还帮耶稣说话，有没有？他说完以后，他就说什么？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请问一下，这个犯人有没有得救啊？他有没有受洗啊？听懂了吗？好，这是第一个例证，他是得救不在乎受洗。好，得救不在乎受洗。注意哦，我讲这句话，一定会有人已经开始说了，那牧师啊，你讲这个好像不太有道理哦。那意思就是说，我去教会不一定要受洗，我也可以得救咯。好，我们待会最后我们再来看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4章。我说错哈，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2节。这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一开始，有翻到了哈。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2节。好，翻到了哈。好，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就这么简单。请问这里面讲到什么？耶稣收的门徒有没有比约翰还多？但是收的门徒是什么？施洗哦，受洗的。可是这里有讲到什么？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什么？他的门徒。这样懂了吗？那请问耶稣有没有帮人家施洗啊？没有。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耶稣他并没有给人施洗哦。好，那你又会开始存疑了，现在我们对施洗好像会越来越没有，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必要性，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一段哈，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章。哥林多前书第1章10到17。
好，我快速的念啊，大家请仔细去看、去听哈。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保罗他在告诉他们哦，不要教会里面不要有分党纷争。可是你们却在当中会怎样？讲我是属于什么人的，我是属于什么人。好，13节，基督是分开的吗？好，保罗又再一次告诉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上帝，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你看到保罗他特别去强调哦，好，你们喜欢谈说你们是属谁的嘛？属谁的嘛？因为怎么样？谁帮谁施洗完哦，受洗完有没有？好，我是某某书搞我洗，我是什么人搞我洗，有没有？好，保罗他特别在这里就讲哦，我感谢上帝，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司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了。好，基督差遣我，注意17节是重点。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啊，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底下在讲讲起哈，我们从前面所提到，不管是耶稣他的有没有为人施洗，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完全没有，而是他的门徒。那保罗也是一样，他也特别去强调，你们不要在那边分党啊！我跟你讲啊，你伫倒一间教会洗礼会不会分党？会，有没有？有些人他就说，我已经受洗完了，我已经施洗完了。我在哪一间教会啊？以前我是属于哪一间教会怎么样？其实那些都是有一点类似，好像我们在分党一样，不需要。我们要知道，基督差遣我们，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好，我们再翻回来，另外一段，主对门徒的差遣，我们要一起来看。从我们刚刚所看的，好像施洗受洗，对基督徒来说，好像跟得救是没有关联的，对不对？好。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也是要慎重的，要考虑清楚，要认识清楚了哈。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14节到第16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节哈。马可福音对最后一章哈，14到16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有没有？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做什么事？传福音啊！有没有发现？他并没有说什么，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说什么受洗啊，而是他说什么？他说传福音给万民听哦。第一个我们要去传给人家听；第二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是说受洗就会得救吗？不是，他是说相信了。所以受洗前一定要悔改，你才会相信嘛。你没有悔改，你也不会相信嘛，对吗？所以有一些前提，你一定会相信，一定你有悔改，而因信而称义，对吗？可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也就是说，如果你受洗，可是你却不相信，你心里面刚硬，时常在想那些有的没的，就像第14节所说的，有没有？心里刚硬，我告诉你，你嘴巴说你相信，那都是骗人的啦，还了解吗？所以我们从基督徒的身上，你可不可以看出
他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可不可以？我再说一次哦，你看我家信而得救，信而受洗哦，得救，信而受洗才会得救。所以得救的前提是相信，可是信心里面会不会刚硬？会，不应该刚硬啊。我意思说，有些人也是对，所以你说有些人心里刚硬，你就看嘛，14节嘛，心里刚硬，责备他们的不信啊。心里，这样懂我意思吗？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他的心是足够柔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心里刚硬的人会相信，因为在他的心中有很多自我，他是跳脱不了。这确实的啊。那像我讲，我今日心中硬，我就是总硬咧讲，我坚持我的决定啊，对吧？心里硬嘛，我怎么会相信说我跟我太太关系会好？那么讲白菜，人拢唔相信的，别人拢看有的，了解我的意思吧？因为心里刚硬啊。可是我口口声声说我很爱我太太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夫妻也是这样啊，有没有？就说口口声声说他很爱对方啊，可是他嘴巴他很多习惯他都是不改啊，心里刚硬嘛。所以那个信哦，那你说你相信你自己爱他，旁人看哦，连你太太看了都说你说的都是假的了，对吗？所以我感觉那是一个做主人的，不可能说你又心里刚硬又会相信，那不可能。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啊，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你要看哦，有些时候我们在跟人家分享见证，有些人他就心里面还有很多疑问，那就是心里刚硬了，因为他们就是属于这种，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我们在跟他分享见证，这是真的呢。我跟你分享，你都不相信了，我讲再多也没有用啊，对吗？所以我告诉你，心里刚硬的人，他绝对是属于不信的。好，这两种事情是不可能混为一谈。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理解哈。圣经里面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好，不信的怎么样？注意哦，定罪哦。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不信，心就是属于心理刚硬，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心理刚硬的人哈，他虽然是基督徒，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生命的结果有很多东西都不像一个得救的生命，有没有？啊，就好像被咒诅一样，真的很像。你们要出去吗？要回去了？哦，小心哦。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又讲到一个信的，我们再把这个信而受洗。请问要受洗的人，他是不是信的人？是不是？要受洗的人是不是信的人？但是信的人该不该受洗？来看我家，信的人受洗就会得救。那受洗的人他会不会相信？要受洗的人会不会信？一定信嘛。然后这里又说信的人，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也就是说，我看到这段圣经，我就发现，对呢，一个要受洗的人，他的生命一定应该要有神迹的见证。所谓的神迹是什么见证？就生命改变啊。就好像我们的同工，他这个礼拜他突然间跟牧师分享，他说：“牧师，我好开心哦，我努力那么久。”终于考过了，这就是一个神迹的发生，而让他真正去体验到。所以牧师告诉他：你要受洗可以，但是牧师要你好好去想，上帝如何让你的生命去经历到什么样的生命见证。这个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还了解吗？好，所以你们觉得受洗重不重要？也是重要，也是很重要因为受洗的人代表着
他就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对吗？但是受洗，对，象征，它是一个象征，可是它不能没有，它也是需要，但是不要把你受洗完了跟得救混为一谈。你受洗完不代表你真的会得救，好，而是你一定要去反省，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那相信的问题怎么去评断？就从这个心里刚不刚硬，很简单啊。只要心里刚硬，就是不信的；只要心里柔软的，越柔软越谦卑的人，他的信心程度是越大的，因为他比较顺服。哦，这是我从很多的自我的感触跟自我的经验里头，我也发现这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议题。也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容易理解。到底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受洗？为什么需要悔改？那生命怎么得救？那我觉得都离不开悔改的这个议题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翻回来哈。所以39节里面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38节的最后有说到说，就必领受什么所赐的圣灵。哇，原来领受圣灵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怎么样？悔改，受洗，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受洗嘛，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然后第39节他特别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讲到一个叫做罪得赦免之后呢，领受圣灵是要做什么？他说这个应许就是什么？就是所赐的圣灵啊，你所领受的圣灵啊。你所领受的这个圣灵是要给你们和你们的啥儿女哦。好，我刚刚有讲看我这边我刚刚有讲，他现在彼得是面对的是这些犹太人，可是彼得却告诉他们你们现在领受这个应许，这个祝福，这个得救救恩，不是在你们身上而已，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远方的人代表的是什么？外邦人啊。也就是说，这个救恩在你身上，不是只有在你身上而已，你要带给你的家人，你要带给更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承认家人你的家人你要把他们的生命，你的救恩，你所领受的圣灵的工作，你在教会所领受的，我们都有责任义务。要带给我们自己的儿女，还有一切不认识神的人，这样懂了吗？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只要是上帝招来的，了解吧？让我们经验到，让我们拄到的人，只要是上帝招来的，有机会让我们遇到的，我们都要怎么样？都是要这个应许，都是要给他们的，还了解吧？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把某些人看得好像很邪恶。这种罪很蛮大的，不要认为说那个人没得救啦，那个人安怎啦，千万不要，拜托，这种生命观它就是属于这种类似这些，对这种人，这种基督徒也比较像是还没有因耶稣基督奉主的名得救的受洗的基督徒，这样懂了吗？所以彼得他在这里又再次强调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的外邦人这只要是凡是主所招来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义务，告诉他们这份恩典跟祝福。好，所以40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因为他们在当下，我刚有没有讲？他们原先是在这世代的团体里面，有没有？你们要救你们自己啦，爱救你自己啦，你们别怪环境，你们不要怪环境。有些基督徒他时常怪环境，怪他的教会牧师啦，怪教会不造就他啦，怪东怪西啊。我告诉你，我们不要做这种人。而彼得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既然我们都是生活在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24小时，对不对？你到一间教会，不也是你自己的自由吗？你也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教会啊。
可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一间教会，你就应该要怎么样？你要顺服，你要学习委身，你要学习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牧者，跟随教会的同工，我们就是一起去做。所以这些工作，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好，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哇，他们就听懂了。那一天门徒增加了几人？3000人。有没有发现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结论？传福音最后的见证，有没有？人多不多？多啊，很多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让主，好，让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我们不是要自己救，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是让耶稣来救，好，来救的。好，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其实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生命的应许，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带领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家人都有办法。好，那个咱们帮他按那个就好了，按那个就好了。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圣经节带给我们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很多的重点。好，特别是悔改、受洗的概念，还有救恩、得救，好，得救的生命的功课。所以呢，在我们的未来，牧师也更期待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把重心放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面。任何的活动，任何的事工，我们一定要去强化我们怎么样去带领，我们怎么样去站在传福音，让人的生命得着改变翻转。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好，我们要付上很多应该跟神关系连结的代价。好，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做好的连结，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哪方面是需要再突破跟改变。好，所以那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圣经节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有顺序。所以41节，我觉得41节很有趣他提到一个人只要接受福音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受洗了。我觉得我们综合我们刚刚所了解的人只要接受了福音，要不要时间？我觉得不需要。你看嘛，人只要接受了福音，你看有些人他就是一直跟在耶稣，他不知道，他就是不愿意，因为心里面刚硬那如果人的心他足够柔软，即使他不了解，可是当他愿意相信的时候，要不要？我再说一次他心里面柔软，可是他愿意相信，时间很短，可不可以受洗？可以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好，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了，因为从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在长老教会那么多年来的经验，有人很久，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带领他受洗。因为我们前阵子就是说，有人受洗，后来就没有来。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讨论嘛。所以悔改跟该当跟他说的很多东西，我做牧者的把关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牧师在看待这些事情，我现在在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在大专教会也是有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所了解，只要大教会，很多大教会都会有。所以教会要不要有门徒训练？要嘛。而且那种门徒训练就像是什么？牧师现在说的，我们要做的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训练。新家人的学校在训练什么？它都是圣经的，讲的都是生命的。那这些东西我们同工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去教？你们会不会去带？当新朋友来到你的小组，你会不会去带他？如果你会带，时间到了，牧师，时间到了，我们要受洗了。难道是交给牧师吗？不是的，
因为他已经在跟我们相处当中，他的生命已经不断的在认识什么叫做福音，对吗？好，弘毅要走了哦，拜拜，明天见。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其实受洗，其实我们从刚刚一直看，所以受洗只是一个象征嘛。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需要时间？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受洗门徒训练的过程，我们是没有做好的，还了解了，所以我们才会说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把那个时间完全丢给谁？丢给牧者，这是确切的。我以往我这样观察下来，看到，因为牧师一个人，假如说你要负责像我们现在的学生哦，我一次就5个哦，说真的，要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我真的有点困难了。好，现在又4个孩子哈，那现在我们教会又有牧师也要准备讲道，准备查经班。其实我自己感受得到，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我自己在做教会副牧的时候，那我就发现说，哇，主任牧师真好，他好像不用干嘛，他只要是你一个礼拜1天去探访啊就好了，剩下时间他都在准备他的讲道篇。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好哦。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我就终于理解说，哦，原来这叫分工，原来这叫做上帝给我学习操练，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上面，我们该做些什么。那一间教会，当他每一个信徒跟同工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动起来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不断的在成长，而且会把人带进教会。所以其实一间教会，牧师很重要，没有错。可是像牧师今天，我去打了通电话给我们那位教会的之前的信徒，其实牧师就发现，你知道那一位姐妹她告诉我说，哦，牧师那个我刚刚看买，其实我就在想的是，如果站在牧师的角度上，关怀已经够了，对吗？因为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我认识他们应该是不多，也不曾认识过。说真的，要建立关系是谁？其实是你们，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个过程就是说，不仅是这样啦，就是说未来我牧师也期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其实我相信搞不好我们弟兄长子同工打个电话过去，用牧师的方式一样的方法，我们就去关心他一下，然后邀请他，我们新堂欢迎你来一起来回来。那其实我就发现，搞不好那个机会就大了，那回锅的也是有可能。所以这些都是其次，重点还是在于说那个过程啊，我牧师蛮期待说，我们的同工，我们大家一起领受这份祝福以前，我们一定要知道，传福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自己跨出去。就像我们的同工礼拜1，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的同工看到其他教会，哇，原来有很多教会他们是比我们更软弱，甚至他们的主责同工不是同工，是牧师站上。我们教会真的有很多缺乏，大教会大间教会阿因青少年都没落，他们也是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牧师也是感受很深。感谢主，我们大桥教会，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我们需要去加强的，而且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赶紧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所以你看，上帝就慢慢把这些人带进来，甚至还让我们经历到，原来法院竟然还说把这样子的孩子带进教会。我觉得这是还蛮让我意外的，但是我觉得也很感谢神。我就跟我们的同工，我们也要时常为我们的同工祷告，特别是青少年的工作。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在我们生命的功课上面，我们需要更多在主你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里面，能够做一个真实实在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受洗归入神的名下，是一个生命得救的基督徒。求主你也继续带领我们大桥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从你的话语里面
领受更多从你而来圣灵的祝福。我们相信这份应许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也需要将这款的祝福带到伫阮的亲人甲朋友。主啊，阮需要美好的见证，阮需要有好的生命的感动，互阮有行动力的改变，来带来水的生命的好的故事，通分享互阮的厝邻的人，通甲阮的厝邻的人做好的分享甲交陪。求上帝你赐福阮，也赐福你的教会的选民，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上帝你固守的平安内底来成长。阮伫你面前也搁一摆将阮要倒转四线的道路交托主，愿上帝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道路。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